可称男儿呀上，为他家他举可一生弟弟，可一生啊，那么呀，你用桃花交给他嘞。他像地像马，又像家妈妈生，他是世上最好看的新娘子。我是实实在在、真真心心、非常非常的喜欢呀他。你们说我美，你们笑我傻。是没不识趣。